嗨，大家好，我是坦评书。今天是2025年3月1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这个胡适走的可以说是还是相当不错的。胡适先是受这个隔夜美股下跌影响低开低走，后来震荡上扬，三大指数今日集体小幅上扬。截至收盘呢，沪指涨0.41%，深成指涨0.33%，创业板指数涨0.19%， 2881家上涨，2282家下跌。尤其是午后一鼓作气单边走高，给人感觉这个有一只手在操纵，这只看不见的大手有点像是国家队出手而且这次国家队出手可以说是稳准狠，而且摒弃了以前那种间歇式的发力的那种恶习，就是说拉一下就不管了，拉一下就不管了。这一次好像一直把它拉红为止，一鼓作气持续扫货，直到指数翻红收涨。为什么说是国家队出手呢？因为这个下午以后都是银行股、这个航空、军工还有中字头这些股票在涨，显然是国家队上班了。虽然涨幅不大但是由于它是低开所以这根阳线看着还挺带劲的，似乎胡适在跟这个美股在较着劲。网友说这叫东升西降。以往我们的胡适都是要向这个美股致敬的，对吧？人家跌咱们肯定跌，人家涨我们可不一定，就是跟跌不跟涨。但是这次似乎反过来了，走出了独立的行情。这个有可能是国家队刻意为之毕竟会还没开完吧。我们金融也要有主权自主权。但是是不是就真的走好了，这个可不一定大家还是要谨慎因为两市成交额不足 1.5 万亿，也就是缩量反弹，拉的是银行、券商、中字头的，有护盘的这种目的非常明显。我一直说要盯着成交量，现在已经进入 1.5 万亿了，前几个交易日都是 1.5 万亿多一点，现在已经不到 1.5 万亿。如果在这儿一直保持在 1.5 万亿，那恐怕下一步就要往下找台阶要下台阶。当然有很多人说这个下一步要一鼓作气突破3400点，这个你也不能说没这可能。问题是突破3400点又能怎么样？散户还得赔钱对吧？突破哪个点位跟散户赚不赚钱这个没有强关联性。反过来这点位越高，散户赔的越多。就拿一直走慢牛的美股来说吧，对吧？谁又能算到特朗普一上台以后居然学习美股？这个谁能算得到呢？美国股市周一出现了自特朗普上任以来最大单日跌幅，标普500指数较上月高位，市值蒸发超过4万亿美元。市场普遍担心特朗普关税政策可能减缓经济活动并加剧通货膨胀。他这个说的有点蹊跷就是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就说要加关税，对吧？这个总统这个选举他获胜了以后他还是坚持要加关税，给中国要加到 60%。 也就是说加关税应该是这个美国人乃至全世界预期怎么他一加反而现在股市在跌呢？他应该那个时候说他竞选获胜以后他还坚持加关税这种言论，那股市就应该跌为什么留到现在在跌呢？所以说这个有可能是出现共振就是加关税恐怕只是一个原因之一。你看这个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哈塞特11日表示说，尽管有预测称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将收缩，并对通货膨胀感到担忧，但有许多理由对美国经济持乐观态度。特朗普在上周末一次新闻采访中拒绝预测他的经济政策是否会导致美国经济衰退。特朗普可不背着锅他说这个经济衰退那都是拜登搞的。不过特朗普好像今天要会见美国的民营企业家，也要模仿某大国开会。面对这个自己的这个搭档战友马斯克，对吧？他的这个特斯拉股票腰斩，昨天跌了 15%这个特朗普发了一个帖子力挺马斯克。他说对于共和党人、保守党人和所有伟大的美国人而言，马斯克正在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们的国家，他做得非常出色，但激进左翼疯子们一如既往的试图非法合谋抵制特斯拉。特斯拉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汽车
车制造商之一，也是马斯克的宝贝，目的是攻击和伤害马斯克以及他所代表的一切。他们试图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对我这样做，但结果如何？无论如何，明天早上我都会买一辆全新的特斯拉，以表示对马斯克这位真正伟大的美国人的信心和支持。他用自己非凡的技能帮助美国再次伟大，为什么却要受到惩罚？对吧？资本市场给出了答案，大家拿脚投票。我看最近很多川粉啊，好像心里不是滋味，这个左右挨耳光啊。反正我也不太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说川粉。当然了，川黑我也不理解，对吧？如果你在墙内你做川粉川黑，这个更难理解啊。如果你在墙外，你在美国，你是川粉，这个不知道铁锈区的那些红脖子啊，拿这些划川粉当什么看？不太清楚啊。川黑呢也没有必要，对吧？还得实事求是，就是他到底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对吧？你再骂他。但我看我这个节目下面留言啊，就有好多川粉，还有川黑，对吧？你只要说到他的心坎了，他马上就说你说的好。你要说的只要稍微跟他口味不对，马上就说你不懂。这个非常有意思啊，因为他们都是用中文留言的嘛，那肯定是华人，有的还是对吧？人在墙内，翻墙出去的脑子没带出去，他们还想左右别人怎么做节目。所以说啊，这些人在国内肯定是小粉小红。当然了，他不觉得啊，他以为他是什么自由斗士，他本质上是小粉小红。就连做个节目，做个评价，你都得按照他的想法严丝合缝的去说，否则就是你不懂，对吧？你不了解这个，不了解那个。有时候我在想啊，这些人要上台了，那我的节目是做不了的。我的节目好歹在国内还是能播的啊，对吧？我是全平台播放，对吧？连我的节目都不能容忍，你要说你有多邪恶吧？今天啊，有个华川粉呢，他在我的俄乌战争下面留言说，河南人就这德行，在这里唱高调，说那你就把你的收入专一半给乌克兰吧。这个逻辑非常强大啊！你支持乌克兰，所以那你把你的收入专一半给乌克兰，让我竟无言以对啊！所以我就在想啊，这位华川粉他母亲啊遭到一个歹徒的强暴，我看见了，我不能说话，我也不能为他母亲伸张正义，我只能看着，对吧？就像看黄片一样，对吧？你要伸张正义吧，他说他会跳出来说你为什么要伸张正义啊？你把你的收入一半捐给我妈，你光在这儿唱高调有什么用啊？对吧？你得有实际行动，对吧？实际行动就是把你的收入啊掏一半捐给他妈。那你说你到底要人家为你打抱不平呢，还是不要人家打抱不平？也不怪这个美国的铁锈区啊红脖子瞧不上这些人，对吧？也不怪人家把你当二等公民啊，你瞧你这点出息，美国很多州啊不让你们在那买地买房子，你已经是二等公民了，还这种态度。特朗普所做的一切啊，如果你照单全收，你喜欢，还有马斯克做的一切，我是平心而论啊，如果你喜欢马斯克和特朗普现在做的一切，那你何必千辛万苦的啊要润到美国去呢？你这不是舍近求远吗？你回来吧，对吧？在这儿特朗普马斯克这一切玩的比他们高明，特朗普和马斯克玩的还是初级形态，你何必对吧？舍近求远，远渡重洋啊，跑到美利坚去享受这一切呢？所以这川粉啊理解不了，不知道他脑结构是什么样的。川黑也是无脑黑，对吧？有的是造谣，也没必要。我以前就说了，川粉川黑不要看我的频道，气死了不负责。我可不像别的 UP 主为了流量，对吧？我是绝不惯着啊这些野狗乱叫啊。这说远了啊，说到美国股市啊，它暴跌，对吧？但是会不会继续跌下去呢？这个我不太清楚。对美股啊，我关注的不是太多。我们看看这个一个喜欢炒美股的啊，在美股上赚了钱的私募大佬但斌。这个但斌啊开始反思，根据这个易经财经还有什么新浪证券报道啊，说美股大跌，但斌开始反思，美国确实是纸老虎，他是纸老虎上面打了个双引号啊。大家知道吧？但斌对美股是比较推崇的，我以前也经常介绍过，对吧？美股走的是慢牛。作为100亿私募掌门人，但斌主要以美国科技股为投资核心，而这些资产昨夜刚经历大跌。3月11日，但斌在朋友圈发文反思，最近我们的基金净值回撤比较大，思考很多，有市场和企业方面的问题。市场和企业本身比较好处理，但世界体系结构性的矛盾和变化却不容易理清晰。但斌说啊，小时候被教导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特朗普第2次上台，短短的几个月，真让全
全世界人民看到了美帝确实是纸老虎，还自私自利，唯利是图，没了普世价值、公理和正义。特朗普前几天的国会演讲，有可能才是100年未有大变局之始，也就开始了啊。这个我觉得但斌有一点还是比较值得肯定的，就人家不赚钱，赔钱了就是赔钱，回撤就是回撤。我看还有一些大佬啊，所谓的投资大佬，美股一跌，他说他早清仓了；美股一涨，他说我满仓，这个活脱脱的像那很多这个金融消费者啊，那个嘴脸，这种人我告诉你啊，十有八九是要骗你钱的。反而但斌这种相对比较光明磊落，对吧？我这个赌错了，基金回撤就是回撤，对吧？赚了钱就是赚了钱。有网上啊，还有这个电视上、自媒体，还有各种对吧平台上面那些所谓的专家，一天到晚都是吹自己赚多少钱的，从来不说自己失败案例的。这样的人我告诉你，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打算骗你钱，割你韭菜，对吧？一直以来啊，但斌是非常看好美股的，为此还跟那个前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两人不是发生了口角吗？任泽平还指责但斌，对吧？投敌卖国，买美股。那但斌这次突然反思啊，当然跟美股市场的大跌直接相关。这个但斌啊，他的那个私募基金啊，他持仓主要是英伟达、这个微软、苹果、谷歌、亚马逊还有特斯拉，也就是说啊，美国的科技股。但是这些科技股不管哪一只，对吧？今年以来主要都是在下跌啊，就像那个特斯拉已经跌了一半，那这个但斌的这个叫什么东方港湾海外基金啊，恐怕损失比较大。虽然啊，这个但斌前一阵子他就开始做空英伟达，他已经开始不看好英伟达，但是他这些钱他不买英伟达，他就买苹果，对吧？他就买美国其他的这个，他没有空仓，应该这么理解啊。你只要买了美国的股票，那最近那都是赔钱。所以我在我的每天一期的这个胡适节目里面，对吧？我也建议啊，这个美股不错，但是没有买的就不要买了。你很难说它现在是高还是低，不参与看看就好了。很有可能后面啊，对吧？有个4-5天或者1个星期，它又回到原来的高点，也有可能它就这么下去了。这个既要看特朗普接下来采取什么措施，也要看这个对吧？地缘政治走向，各个国家对特朗普的这个关税政策、贸易战采取什么应对措施，这个也就是个人没有办法掌控。但是你非要说美国是不是基本面出问题了啊，经济出问题了，我觉得目前看还看不出来，总体上还是在跟通胀在做斗争啊。我们再看啊，这个金融消费者的好消息啊来了，这个清华大学的田轩呢说啊，建议逐步提升 IPO 节奏至每月15到20家，强化退市引导，打造股市健康牛生态。我实话告诉大家啊，这田轩这个建议我是支持的，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强化退市啊，这个力度小了一点。说怎样增强资本市场稳定性，让股市稳步走出慢牛、长牛、健康牛，这需要直面资本市场的客观现状。在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田轩看来，让股市在遭遇重大外生冲击时稳得住，需要未雨绸缪，设立什么平准基金。股市长期走出健康牛，则需让衰退期企业与劣质企业逐步退得出。你看看啊，他这已经说了，不是说你这个企业违法，什么做假账、欺诈上市、信息披露这个虚假，这个当然要退市。那些衰退期的企业也得退市。你说现在是怎么做的？衰退期的企业，马可波罗，对吧？他就是做瓷砖的，都能跑步上市，锲而不舍，必须上市。我就一直说啊，你这么的市场你能搞得好，这后面不是哪个大佬哪个神仙在后面？为什么这么多金融消费者眼瞎看不出来呢？还是这个就是赌博啊，赌性啊，对吧？一个赌字蒙住了他的双眼，蒙住了他的心。当别人跟他说出来的时候，他恨你，他不是感激，而是恨，对吧？因为你说破了这一切，让他没得赌，然后他稍微赚点小钱，他就开始嘲笑你，说你踏空了吧，对吧？咱们讲的是道理。这个田轩说啊，上市公司退得出。田轩认为需要转变退市羞耻观念，增强企业主动退市动力，将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与辖区内上市公司数量相脱钩。 IPO 节奏上，田轩建议从每月10到15家上市新股起步，逐步提升至每月15到20家。你看一年200多家，恢复了一年200多家300家。我倒是觉得啊，上市多少退市多少应该完全交给市场，对吧？监管部门就是监管这些规范，对吧？你这些无论你是上市还是退市，有没有严格按照规范来，得做好这个就行。剩下的就由那些，对吧？市
市场去决定，这只股票好，那你就买；不好你就别买。买了之后它退市了，活该你倒霉。为什么说赌啊？大家知道最近这个有个东方集团不是被证监会公布了吗？连续3年财务造假，这是一家有30年这个资本市场履历的这么一家上市公司，上市已经30年了。前不久证监会已经公布了，对吧？这个进行立案调查，并且说可能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然后东方集团就连续6个跌停了，屋漏偏逢连夜雨啊！这公司前几天他又公告说无法按期归还6.29亿元募集资金。这个钱估计是大股东挪用了，然后还不了了，你们爱咋地咋地。那按理来说这家公司他以前立案调查已经是半年前，这一次证监会确认了他3年财务造假，然后又公告说他重大违法犯罪也就是强制这个退市情形。那按理来说，那散户就不应该买了，对吧？离这股票越远越好。结果有股民在股价下跌50%的时候，50%就是腰斩的时候，买了32万股，投入资金36万元。这一下叫酸爽。我就在想你这样的散户，你为什么要保护他呢？会给他赔钱吗？这个可是个标准的赌徒这比赌徒的赌性还大就这样的一只公司，明摆着是要退市的，你拿36万进去借飞刀，刀口舔血，像这样的散户有多少这样的散户最好要快速的从这个市场清理掉，这个市场才能好得起来。咱们说叫生态，对吧？就这样的散户把生态都搞坏了。这个环球时报报道说金融业颁布从业者禁止炫富新规。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最新发布的相关规则草案，如果证券公司员工沉迷于过度奢华的生活，公司将受到处罚。也就是你要闷声发大财，你赚了钱不要说，对吧？你工资高也不要说，你奖金发得多也不要说，不准炫富。不炫富那犹如锦衣夜行那赚了钱不炫一下，那滋味少了一半呢。但是目前该评估指标正在向各公司征求意见，如果获得通过，它将影响该协会对证券公司企业文化的评估方式，每家公司都会得到一个公开的评分。也就是你这家券商如果有员工炫富，那立马就扣分，对吧？扣了多少分之后，你这证券公司就要受处罚。最后我们还是看一下胡一静老师最近大家聊的比较多的就是内卷、加班文化、强制加班，对吧？今天咱们也做了个节目，我看胡一静老师他微博发了个评论，他说大疆实行晚9点全公司清场，赶走所有加班者。但我看到很多网友是批评的，意思是大疆应该把清场时间提前到6点才行。之后美的强制6点20下班的消息也冲上了热搜，还有海尔强制双休的，这几家大厂反对内卷，应当说是刮起了职场人的一股清风。老胡认为对大疆无需求全责备，该公司上班时间是弹性的，高科技公司加班文化深入骨髓，大疆以清场式方式在晚9点赶走所有加班者，这不失为有示范意义的进步。胡一静老师吹了一通但是他忘了感谢洋人什么大疆、美的、海尔，实际上是跟欧盟的，对吧，一个规定有关。你看把胡一静老师感动的，对吧？咱们的进步还靠洋人监督老胡认为加班文化愈演愈烈有3大推动力，一是机构确实繁忙，任务紧迫，只有加班才能实现所需要的进度；二是机构负责人故意少安排人手，通过员工超长加班实现降本增效；三是不恰当的企业和机构文化造成无效内卷，加班成为泛形式主义的内耗式竞争。这胡鑫老师这么说就基本上都没有说在点子上。这胡鑫老师这种评论才叫形式主义，泛的。所以这个对吧，人工智能都觉得胡鑫老师是个狗皮膏药，贴哪儿都行，对吧？这个加班文化内卷，内因外因都有，根本是内因呢。内因就是投资过度，产能冗余过剩，对吧？对外我们的商品要有竞争力，你就得压价，压价我们不是通过这个提高效率、技术革新实现的，而是通过压降人工成本实现的，所谓的人口红利，对吧？这个没必要忌讳我们人口红利没有了，靠人不赚钱了，那你的这些产业商品是不是就转移到越南、斯里兰卡、孟加拉？你的纺织业做衣服、服装这一块都转移走了，因为你人这块压榨不了了。但是人家那儿便宜，就是我们的中国制造，对吧？我们世界工厂是靠人矿、人肉电池，性能好，对吧？性价比高，靠这个来制胜。那你卷，这不就成了必然吗？再加上我们，对吧？这个产能过剩，那就更得卷，就自己跟自己也得卷，对吧？你不仅要跟欧美这个是吧？国外的厂商之间要竞争，内部还得竞争所以这就必须要卷。第二个才是
什么？我们韭菜从自身来说也得卷，你是被逼，就是内因啊，那不就是因为我们工作岗位少吗？如果我们的工作岗位很多，对吧？你上午裁员，下午就能上班，找个别的公司，你看你卷不卷？正因为你要被裁掉了，你就找不到工作了，所以你就很害怕，你就得老老实实干活，卷，让你卷成什么样都行。你的根本原因是工作少，岗位少，对吧？如果工作求你，对吧？岗位人家招不到人，就是人少，全国对吧？各行各业都蒸蒸日上，都在招人，你就根本不需要卷呢，你才那个时候你才是真正是人才。那工作岗位少，那不就卷吗？我们每年1200万大学生毕业，不卷你能找到工作吗？不卷你工作能保得住吗？对吧？厂里不让你卷你也得卷，还是本来我们人口是下降的，但是我们的工作岗位下降更快啊，所以不卷的越来越厉害吗？如果这些根本原因你不解决，你只搞一个规定说不准卷啊，6点必须下班，你以为这样就能杜绝卷吗？不可能的。那就像这个禁止教培一样嘛，对吧？教培不是一刀切不准教培了吗？但是这个禁止了吗？起作用了吗？反而提高了家长的成本，它转入地下，变成1对1。当然胡鑫老师说的啊，什么不恰当的企业和机构文化造成无效内卷，加班成为泛形式主义的内耗式竞争，这种恐怕常见于机关单位、央企、国企。加班成为泛形式主义嘛，内耗式竞争。所以后面胡鑫老师提了几点解决办法，什么非法定工作时间力争不开会，什么除了年会，企业和普通机构开日常会议，什么所有企业和机构都应该打破加班攀比的螺旋。你要不找到根本原因，你这些都是皮毛，对吧？年年起来解决，年年都解决不了，年年喊口号，年年都很忙，对吧？就落实胡鑫老师这3点，那就够加班的了，不加班是落实不了。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